歡迎大家收睇點新聞肥戶醫療嘅特別紀念特輯，懷念黃詠儀醫生。今日我哋唔傾醫療健康，用一段時候回顧我呢位好同事、好朋友，一位令人敬佩嘅手外科天使 Clara 黃詠儀醫生。佢離開得太突然，但係佢嘅人心同奉獻永遠留喺大家嘅心裏邊。黃詠儀醫生1975年出生於香港一個普通嘅家庭，年幼喪父，住屯門公屋，靠自己嘅努力勤奮考入中大醫學院。1999年畢業，專攻手外科。07年起喺中大醫院任教，2011年獲傑出老師獎。佢曾為香港體育學院運動員治療，幫助好多運動員重返賽場。佢嘅愛心跨越各界。02到05年遠赴湖南、新疆、四川義診。08年汶川地震，加入站起來復康計劃，幫助災民重建肢體功能同埋信心。15年加入無國界醫生，喺戰亂嘅阿富汗同海地嘅前線施行手術，即使槍聲不斷，環境艱險，但佢仍然為傷者帶來希望。24年嘅3月，佢確診末期肺癌，抗癌2年，經歷各種治療，但係佢從未放棄工作同教學。佢話病人嘅康復嘅喜悅係我最大嘅安慰。26年2月26晚，喺家人陪伴下安詳離世，享年50歲。佢嘅離去震撼醫學界與病人，社交平台湧現無數悼念。多謝你醫好我雙手，溫柔天使，永遠感恩。中大醫院悼念閣滿是簽名與留言，有人寫：放心啦，做返細路女嘅你。3月11號晚，沙田聖本篤堂嘅追悼會，逾百人到場。第二日馬鞍山聖方濟堂舉行逾越聖祭，亦係座無虛席。大家懷住悲痛同埋不捨嘅心情，睇住佢祥和嘅面孔，同佢道別。黃醫生留下嘅唔止係醫術，更係永不言悔嘅行醫信念。佢同年輕人分享嘅堅強、感恩、助人呢個精神，鼓勵咗無數嘅年輕人，亦繼續感動大家。而家等我哋重溫肥戶醫療之前節目中黃醫生嘅訪問，一齊聽下佢親切咁分享手部嘅健康知識。歡迎大家收睇肥戶醫療。今日個嘉賓就犀利啦，即係香港咧，你講個手啊，好多毛病。呢個就係佢認 number 6啊，都冇人敢認 number 5嘅。就中文大學呢個骨科裏邊嘅好有名嘅手科醫生，就係黃詠儀醫生 Clara。你好，你好 Anthony， 你好啊。喂，而家個個又打機啊、iPad 啊，手好多毛病喎。咁其實通常見就話咩媽媽手啊、滑機手啊、彈弓手。係啊，彈弓手。咁其實你最常見嘅係咩問題咧？其實你頭先講嗰啲都好常見，因為全部都係勞損嘅病嚟嘅，彈弓指啊、媽媽手啊、腕管綜合症啊，即係叫滑鼠手啊等等咧，都係一啲勞損嘅問題。咁咧，而家好多人咧，其實都好靠雙手去用力㗎。可能咧就大家都做office 嘅工作啦，咁咧好少去練習上臂嘅肌力，咁變咗手指嘅勞損啊、手腕嘅勞損咧，就常常都發生㗎啦。因為上臂肌力唔夠咧，好多時都用咗手指同埋手腕嘅腕力啊、手指力啊，都可以用筋腱勞損嘅。係啊，咁所以平時咧就要多啲留意自己嘅姿勢啊，係咪個姿勢好正確用電腦啦，係咪用手機用得太長時間啦，姿勢唔正確好勞累個筋腱啦，平日有冇足夠拉筋啦，咁同埋有冇做上臂肌力嘅訓練咯。手都拉筋？係啊，手都可以拉筋㗎。我成日叫啲病人咧，就因為手咧係一啲筋腱結構好多嘅，咁佢嘅起源點咧就係我哋嘅前臂。
咁所以咧我哋要伸直手踭啦，就每隻手指向後慢慢拉，然之後咧每隻手指拉咧就 hold 幾秒，hold 幾秒咁樣時間。即係如果你打字打得耐咧，唞一唞啦，然之後又做啲拉筋嘅動作啦，每隻手指咧都向後拉。腕管綜合症咧就即係咧，我哋有條正中神經線咧喺個手腕度經過嘅。咁咧神經線咧喺我哋嘅腕管咧受到卡壓，導致神經有障礙，令到3隻半咧手指有麻痹嘅咁。咁有啲人可能用下電腦耐，覺得隻手好痹啊。咁有啲人咧就會覺得痹到上邊好唔舒服嘅，咁都可以有。咁但係咧姿勢唔正確，可以讓手筋腱勞損啦，讓可能神經線受卡壓啦。咁但係姿勢唔正確咧，都可以讓頸椎有退化勞損，壓到神經線嘅。咁呢個手指綜合症你點醫咧？嗱，腕管綜合症咧，我哋睇嚴重情況啦。我唔知有冇見過，可能街有啲人咧隻手咧可能隻肌肉萎縮咗咁樣嘅，咁可能咧太晚期啦。咁有時咧如果腕管綜喺度卡壓，因為除咗佢供應3隻半嘅手指嘅感覺咧，亦都供應我哋呢個雞髀肉或者叫大魚際肌肉嘅。咁如果佢好差啦，去到好末期嘅時候咧，咁肌肉萎縮咗咧，佢手指公咧就唔可以擺上嚟去到攞嘢喎。咁佢平時攞嘢咧就要咁樣攞啦，唔方便啊。咁病人就會覺得會有麻痹冇力啦咁樣。咁一去到咁差咧，咁就一定要做手術㗎啦咁。咁但係如果譬如早期啲嘅，就好似我頭先講咧，淨係得麻痹唔係時24小時發生嘅，咁我教啲病人拉筋啦，就唔好再勞損手腕啦，着翻夜間個托休息翻個手腕，等於筋腱同埋神經線咧得到休息。係啦，有個托咧，我哋俾個病人夜晚瞓覺着嘅，叫腕管綜合症嘅托咁樣。咁個托嘅目的咧就係想將個腕管咧有得休息。有時可能你瞓着咗咧，可能會屈埋咗隻手，可能你瞓着咗都唔知啦。咁腕管壓力會大啦。咁我哋做個托讓佢休息。咁咧同埋呢個提個病人咧就唔好再勞損佢啦。臨瞓之前要拉筋啦。有時啲病人嚟睇，我同佢講你有媽媽手，唔係喎，冇細路仔要湊嘅喎咁樣。咁你再問清楚，發現原來佢都好辛苦嘅，做家務都好辛苦，甚至可能有寵物嘅時候咧，有啲就可能要幫寵物唔舒服病要打針咧，成呢啲動作咧都可以有媽媽手嘅咁。咁點醫咧呢啲啊？媽媽手咧都因為勞損啦。咁譬如如果嗰個真係媽媽嘅話咧，叫佢抱 BB 嘅時候咧，就唔好的個腋下啦，即係可能你要抱埋身，係啦，將手指公咧靠近手掌，就唔好再伸起個手指公啦。咁呢個係一個方法啦。咁咧，譬如如果嗰人做家務做得辛苦，發現有少少痛咧，就要停啦。咁唔好太大力扭毛巾咁。咁當然我哋會有啲方法咧幫佢舒緩嘅。Clara，多謝晒啦！我希望啲觀眾咧能夠喺你身度咧學到我點樣拉下筋做下啲嘢，大家手部咧就健康多啲。下集再見。黃醫生雖然離開，但佢嘅關愛同熱誠會永遠激勵我哋。希望大家懂得感恩，珍惜眼前人，照顧健康，發出正能量。最後，向黃醫生嘅家人、同事同所有愛佢嘅人致以最深切嘅慰問。多謝大家收睇，下次再見。記住，健康第一，人心永存。多謝大家，再見。